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意外消息。美国佛州昨是有一架小飞机载落主题区，这飞机直接撞到厝大火烧，飞机顶的乘客甲机民拢有人死伤。另外，亲爱首都奈鲁比附近是有加速爆炸，至少2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发生事故的地点是伫美国佛罗里达州 Clearwater 清水市一个移动式主体的园区。当地时间2月1号暗时7点左右，一架小型飞机因为引擎故障，为空中落来，直接撞到一间移动式的厝，现场马上引起大火，有其他3间移动式的厝拢着火烧。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同时进行搜救行动，包括坐伫小飞机顶头的人，阁有住伫移动式的厝内面的民众拢有死伤。消防人员表示，伫小飞机发生事故之前，机场有接收到驾驶员发救命的信号。Tower over there was able to get a radio transmission from the pilot that he was having a may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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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aircraft went off radar about 3 miles north of the runway, which is in this location here. 另外一件事故发生伫肯亚的首都奈洛比东南部的安巴卡斯地区，同款是伫当地时间2月1号暗时，一架载驾驶的大卡车可能是伫灌驾驶的过程有啥物无叮当的所在，结果引起大爆炸。附近的建筑物拢因为爆炸害甲真厉害，互居民叫是发生地动，而且爆炸阁引起大火，民众赶紧逃走避难。Ulikuwa mbele yangu ukalipuka ukanipiga nikaanguka chini, so vile nilianguka chini nikaanza kuchomeka, na kwa sababu nilikuwa na nguvu nikainuka na kuanza kukimbia. 根据发生者的报道，这场加速爆炸的意外已经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200几个人受伤。另外，附近嘛有真侪徛街甲店面，还有停伫路边的车，拢因为大火受到真严重的损害。记者甘美恁编译。人好看煞，换来看天灾。美国加州这礼拜是当咧拼大雨，做大水，阁发生水崩山。西班牙加泰隆尼亚是可旱真严重，水库的欠水量2寸4拍，进入紧急状态。也若是阿根廷，即阵是热人，这温度升到40度。几辆大车浸伫水内底，市区路面淹水到脚头区，民众过道路真困难。美国加州地区这礼拜开始遭到大气河流及大车大水库造成严重做大水甲土石流的灾情。真侪条连接大城市的主要道路拢无法度行，有民众开车经过淹水的地区，差点袂赴走出来。I already saw this water really it's true, but I didn't expect it was that deep already. Because the truck was starting my car and give me they pulled me out of my car. 一波快速移动的暴风雨先侵袭旧金山，随来到南部了乱洛杉矶。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下一场的大水雨有加伫礼拜来，有可能引发具破坏性的大水。另外，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是面临可怕的问题，为北部的沙水库脱水率敢若剩4拍。空翕镜头之下，因看到水库涂骹的地面已经拢闭了了，原本沉伫水内底旧教堂已经拢完全现出来。当地政府昨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拜五开始全区80%的人口会严格限水。En els darrers 40 mesos, el nivell de pluges ha estat extremadament reduït i, de fet, durant moltes setmanes no ha plogut gens a una bona part del país. 也若伫南美洲阿根廷，全国是充满40度的高温，河边甲市区地面喷水的设备，四界拢是来耍水冲凉的人。随上过去几礼拜，南美洲包含智利甲哥伦比亚这国家，温度拢真悬。联合国世界气象组指出，气候变迁甲适应的现象，和极端的气候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杨安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评论这歌舞大臣上川勇子是一个无水的欧巴桑。上川勇子是真礼貌甲回应讲感激接受，不过煞是去互骂讲面对男性伤过两正。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汽车的零件制造公司安波福2020年是甲南韩的现代汽车合作开发自动驾驶车，不过煞因为一直咧了钱，安波福是宣布停止投资。英国《Times》报道，红谷公司上新的财报，这营收总算是恢复成长，摆脱去年连续4季营收拢倒脚的命运。稍类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伫咧2022年底大裁员，降低成本。
所讲2023年第4季营收就比前一年成长25%，股价嘛起15%。上尾是华盛顿邮报，风声罗西亚一间国防科技公司，对去年1月开始就对台湾进口设备。这若是事实，台湾的这间厂商可能会违反美国对罗西亚制裁。土耳其昨一个为巴勒斯坦案件的枪手，是冲入西北部一间工厂，掠7个员工做人质。伊是讲，伊安尼做是为着要阻止以色列继续抬加沙迄边的兵民。警方包围这间工厂9点钟，趁这嫌犯去便所的时阵冲入去，才化解危机。工厂外口有封锁线，侪个警察伫厂外咧监控。土耳其西北部介报着一间 PNG 布料工厂。当地时间初一下晡3点左右，去互一个为巴勒斯坦围巾、分尸顶若像爆炸弹的枪手走入去，了后伊威胁工厂内底6个查甫1个查某，伫壁顶画巴勒斯坦的国旗，还佫有写为加沙开大门的字，而且嘛，甲这个人质压掉咧，都是为着阻挡以色列屠杀加沙人，而且要求埃及爱开放大发边境。警方去现场了后，甲枪手展开谈判，毋过失败，敢若会当看书办事。迄若家属的心内是真着急，伫工厂外口咧等，一步嘛唔敢离开。Tabii canım ya kim korkmaz yani. Korkulmayacak bir şey yok. Adam her tarafına bombayı sarmış, eline silah almış, girerken 3 el havaya ateş etmiş. Kardeşim içeride. Kısa bir konuşma, WhatsApp yazışması yaptı kendisiyle. İyi olduğunu söyledi, endişelenmememiz gerektiğini söyledi. Bu kadar yani bilgi. Çok fazla da bir bilgi alamadık. 双方对徛差不多9点钟了后，警察趁枪手去便所的时阵，成功把这个嫌犯抓起来，7个人质嘛有顺利救出来。当地官员指出，枪手已经被拘留，并无受伤。原底伊是这个工厂的员工。这个事件在土耳其引起真大的关注，因为土耳其的舆论大部分是同情加沙，也若埃尔多安政府对以色列的立场是打正的。枪手所选择伫土耳其境内做出激烈的举动，是互大家拢杀无脏。部分人质的家属是真不满讲，若想要甲巴勒斯坦斗3天，会当去加沙休战，唔免伤害其他的人。从去年10月到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造成1140个人死亡。以色列的反击致使加沙超过27000人无命，其中大部分是妇人人甲囡仔。公视新闻，邱婉玲编译。镜头换来看希腊，希腊的大学生最近是行街头抗议，反对因的政府引进私立大学。认为讲安尼对害因的学位变较无价，不过希腊政府是认为讲引进私立大学，才会当阻止人才外流。议会外口，希腊警方徛几排，对抗议学生发射催泪瓦斯弹，双方爆发短暂的冲突。希腊数千个学生伫首都雅典聚集，手提海报，顶面写反对公共教育私有化，抗议政府计划引入私立大学。这个私立大学会成做外国大学的分支机构，学生讲，安尼会减轻希腊公立大学学费的价值，而且私立大学会排除无法度负担学费的人。Οι φοιτητές θα αγωνιστούμε μέχρι τέλους για να έχουμε αυτά που μας αξίζουν και έχουμε ήδη την πρώτη νίκη, καθώς έχουμε καταφέρει το νομοσχέδιο, αντί να είναι νόμος του κράτους, όπως έλεγε ο Πρωθυπουργός από το Γενάρη, να έχει φτάσει να μην έχει κατατεθεί καν σε δημόσια διαβούλευση. 这项教育改革计划是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所提出。当局讲，引入事后会当吸引目前大约4万名伫海外留学的学生返来国内，佫会当解决2010到2018债务危机外流的学术人才。针对法案，国会有计伫这个月投票。北欧芬兰各大工会伫正月30日举行3天的联合罢工，抗议政府提案修改劳工权益和社会福利补助。这场大罢工包括民生商品、工厂，甚至陆海空交通。民航系统2月初1到2月初2完全冻电。芬兰航空已经取消550个航班，大大来减少赫尔辛基机场的流量。No luultavasti kaikista heikompia asemissa oleviin, niin varmaan sen verran, että ei ne viitti enää olla niin helposti saikulla sitten. Jos jää ensimmäinen päivä palkattomaksi, niin ja jos on muutenkin tiukkaa, niin... 这几个月，工会抗议政府要支持资方的协议，让劳工未来访台湾的机会更加悬，连失业救济金嘛减真多。不过，芬兰政府认为，芬兰需要提高生产力，减少财政赤字，才会当维持未来的福利体系。这场联合罢工有计影响30万人的工课甲日常生活。公视新闻江文编译。
像个海华总统府头前是有一窟真出名的凯门乐器池，当地人认为讲这真有灵性，拢会走来下观讲心事。除了当地人会来，因为这窟池的乐器数量是达到300只，真壮观，所以讲嘛，请真侪游客来这看表演。游客甲龟仔等入去乐器池，即时有一只乐器拆只落白。这是像个海外总统府前出名的凯门乐器池，因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当咧闹热滚滚，所以真侪游客利用机会走来观看市乐器秀。Je suis venu à Yamoussoukro pour supporter les Lions du Sénégal dans le cadre de la Coupe d'Afrique des Nations de football. Et je profite de ce moment pour faire un peu de tourisme. 这个乐器池目前有300只乐器，听讲是马里总统拜访像个海湾的时阵，送互像个海湾国父欧胡来布瓦尼，伊就把这乐器饲伫家己厝里的头前。欧胡来布瓦尼的侄孙啊，现时是首都阿莫索哥州州长。伊讲，若准有任何一只乐器来死亡，因会参与对人类同款，退去举办正式的丧礼。Tout à fait, c'est devenu une attraction. Mais sur le plan purement mystique, comme ils ont baigné dans cette eau qui, pour les Baoulés de Yamoussoukro, est sacrée, quand on perd un crocodile, on lui fait un enterrement humain. Il y a un lieu particulier dans le cimetière où on les enterre comme des êtres humains. 在地民众讲，这个乐器池是真有灵性，典故已经唔知影是安倒来的。让国民众会来这讲心事、下愿，让烦恼的代志拢会顺利解决。不过州长嘛警告，这所有的河边拢是相通的，乐器嘛会当自由来来去去，所以无人敢伫遮耍水落水。另外，伫2012年的时阵，有顶乐长捌伫饲乐器的时阵，颠倒去互乐器遮去，自迄摆了，就无顶乐长来遮看守啊。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澳洲有一个3岁查甫囡仔，想要爱这硬阿机内底奖品，怎对期待的开孔扔入去，怎掉伫咧内底？落尾是警察甲这玻璃讲互破，才甲救出来。三岁医生伫咧叶网仔机内面，甲规堆的奖品制作伙，看起来佫真欢喜，无哭也无斗。伊老爸讲，迄当阵因伫咧洗大卖场，无想到讲即敢若洗一个新人尔，医生就对下骹的孔扔入去。医生听爸爸的话，向边仔行过去，一边有人甲伊下手起伊的注记。伊讲医生真爱叶红仔机，无想到讲即边煞扔入去。要让警方来了，叫医生面向迄边，开只饼对着大家，目睭捂起来，加玻璃讲破了，才甲医生救出来。So talking to my children, looked back and he was opening up the flap, and he looked inside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toys in there. Head in, bum in, and the doors closed behind him. And I had zero chance to react to it. It was unbelievable how fast he caught up there. It was quite funny. I messaged my old man and he asked me how many $2 coins do I have. We can try and win them back. They were asking me how much money have I put in the machine. Is there money stuck in the machine? My response is the only thing stuck in your machine is my child. 伫社群媒体有人批评做父母的无甲囡仔顾好，医生的老爸讲，这就是囡仔，有当时啊熊熊就无看的人。会场的发言人讲，会甲期待业者讨论，看要安怎改善，莫阁发生这种代志。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物件一直在起价，所以讲英国有袂少人转走去树林内底挽菇回来煮。不过食这野生菇是真危险的，有的是有毒的，连专家都看无啥会出来。所以讲，这英国平均一年竟然食野生菇中毒的，就超过100件。瓜那行一新林，万野菇的专家万成长地的稻叶堆当中的野菇，确认起味了后，就开始食。英国气候淡湿，为咗林地真适合野菇的成长，真侪民众去森林拢会摘瓜野菇倒来。啊，不过万野菇食的风险是袂小。Yeah, so it can absolutely be dangerous. There are deadly mushrooms around, and you have to watch out for them. 伫网络互人叫做采集美人鱼的穆提克自细汉对来自俄罗斯的父母，伫森林当中世界探险，个万野菇。万野菇伫俄罗斯比英国更较受欢迎，也互有采集经验的伊会伫网络举办的研讨会，透过社群媒体向大家传授如何采集野菇。To look at where they grow, how they look. How they smell, sometimes how they taste. There's a lot of features to take into account, and onc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red mushrooms that are edible, there are some that are toxic.
不过，因讲有15000多种的野菇，部分野菇外形真同款，就连专家加上有经验的人，拢无法度用外观或者是香味去辨别野菇是毋是有毒。所以每年有不少人因为误食野菇中毒丧去。虽然把野菇来食有危害生命风险，也是有人伫伦敦或者是法国的网络拍卖野菇1公斤22英镑，合台票1330块左右。不少人因为不计起价、生活成本增加影响，倾向家己办野菇来食。毒理学专家卡尔森认为，办野菇的时阵爱食谨慎，因无一种方法来辨识野菇是毋是有毒。建议想要食野菇，也是去卖场买较安全。公司新闻陈思彤朋友。换来看好食的料理，像鸡海岸的传统沉酱料理。当地真侪少年的总铺师是会用传统的口味做基础，参一寡无同的烹调甲菜式，开发出创意的菜式。指定总铺师是望讲，会当甲改良过的传统料理推销到全世界。总铺师查理伫咧灶架内面无用串料，希望会当为象牙海岸的料理带来新的现代风格。伊伫咧2017年开这间餐厅，其中排第1名上赞的料理，和当地炖酱这道菜有新的风貌。These are recipes that I enjoyed so much as a child, so naturally revisiting them was quite something. It's almost an obligation as a chef. 查理今年30岁，已经伫咧法国是做布局，即嘛改导做餐饮。伊认为传统甲创意并未冲突。I've been able to make some changes to my creations while using local products and flavors. In fact, the real point is the flavors. As long as the flavors are familiar to the palate, the Ivorian will find flavors that he knows. From that point, he'll easily follow you in your new direction. It's practically the same flavors, but there is some boldness. There is a real boldness in the decoration, in the mix of certain spices, certain vegetables. 其实查理并不是第一位伫咧做创意料理的总铺师。外国媒体讲，自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象牙海岸就愈来愈多人伫咧做创意料理，包括高级餐厅的总铺师。Even if our cuisine is meant to be international because we're a 5-star hotel, I think it's nonsense not to give a nod to all the beautiful products that surround us. 要做创意料理，唔那是看准伊的利润源，在地总铺师也希望会当互象牙海岸传统的料理拍入去国际舞台。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有认知甲学习障碍的人是真歹甲别人沟通，所以讲要找头路嘛真困难。今仔有一间咖啡厅，因是专门请即寡有障碍的员工，提供因友善的工作环境。另外，法国是用西洋棋帮助有认知障碍囡仔，而且行棋是真正甲家己装作机器，亲身行来行去，唔但会当帮助因训练大脑，佫会当鼓励因甲别人互动。虽然讲话从细声讲了嘛无介清楚，但是18岁娜塔莎也是足认真，带着笑容伫服务人客。这是非洲肯亚的首都奈罗比，一间号做阿伊拉的咖啡厅，内面所有服务生拢是一寡脑神经方面有毛病的少年人。参像一出世就有脑性麻痹的娜塔莎，也是有学习障碍的 Simon。因伫甲别人沟通的时会较有困难，但是这间咖啡厅的头家因为本身就有一个安尼的囡仔，所以非常了解因的辛苦，愿意提供予这个少年人一个工作机会。Ira is named after my 6-year-old daughter called Ira. She has a very unique condition called Primrose syndrome, together with autism. As a mother, and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 know that the neurodivergent are stigmatized and they're not really taken care of. 若是一般的咖啡厅，头家嘛定伫伫遮举办一寡课程，互村里有脑神经毛病或者是认知障碍囡仔的父母来参加，教因要安怎帮助家己的囡仔。镜头转到法国巴黎附近的一间维莱尔医学教育中心，古来少年人头壳顶滴一个白色也是乌色的标志，行来行去，到底是咧创啥物？原来因是咧学行棋。这是国际西洋棋联合会所举办的计划，希望透过学行棋来帮助一寡有自闭症也是认知障碍的少年人训练因的大脑。但是，甲一般教行棋的方法无同，老师会先伫涂骹铺一个大型的棋盘，互囡仔家己扮演做机子来练习，然后再互因伫一般的棋盘顶头开始行棋。Passer sur le support d'échiquier géant, c'est aussi un plu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déficients ont du mal à avoir une capacité d'abstraction qui leur permet de se représenter sur un plan quels sont les déplacements possibles et où je peux aller.
老师话讲，有认知障碍的囡仔一般拢较无自信，因为学行棋慢慢看到家己的进步，唔那增加自信。未来嘛当透过行棋甲一般人交流，互因有较侪社会互动的机会。记者感恩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